防患上肌少症的疾病，所以我哋整出咗一部跳躍遊戲，幫助長者預防常常的疾病。以下我哋帶大家嚟玩呢部遊戲啦。呢個就係音樂變範，下面可以左右揀困難同簡單。長者啦，可以增加佢哋嘅肌肉性啦，又可以增加佢哋嘅靈活性啦。我就係幫助長者啦，可以更有效咁樣增加呢個肌肉啦。呢個遊戲點玩咧？呢個遊戲係首先我哋張開隻手啦，就可以感應到